出埃及记第9章，瘟疫的灾难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去见埃及王，甲伊讲，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：着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通敬拜我。你若毋放因去，有缘要强迫因留地，上主就要用伊的权能降严重的瘟疫伫你的产业的精生、马、驴、骆驼、牛群、羊群。上主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精生甲埃及人的精生，所有属以色列人的精生，连一只都袂死。上主就设定要降瘟疫的时间，讲明仔载上主要伫即个地做即项事。隔日上主就做即个事，埃及的精生拢死，毋过以色列人的精生连一只都无死。埃及王派人去看，以色列人的精生连一只都无死，毋过埃及王的心固执，毋放即个民族离开。列仔的灾难，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：恁着捧规捧火炉的火壶。摩西就伫埃及王的面前，将火壶往天压去。火壶画伫埃及全地变做尘埃，落伫埃及全地的人甲精生的身躯，生粒仔成做疮。因两人就捧火壶去伫埃及王的面前，摩西往天压去，人甲精生的身躯就生粒仔成做疮。术士无法度伫摩西面前做即个事，因甲所有的埃及人拢生粒仔。上主互埃及王的心硬，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，拄拄照上主对摩西讲的。冰雹的灾难，上主对摩西讲：明仔载你着透早起来，去徛伫埃及王的面前。对伊讲，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：着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通敬拜我。即便我要互更较严重的灾难临到你甲你的人神以及人民，互你知，伫普天的无一个会当甲我比。现在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甲你的人民，你就会对地上受消灭，总是为着要互你看见我的权能，互我的名伫全世界受宣扬，我才留你的性命。毋过你有缘阻挡我的子民，毋放因离开。但明仔载即个时，我要降极大的冰雹，对埃及开国以来毋捌发生过。现在你着派人将你所有伫产业的人甲精生拢带去安全的所在，遐会留伫室外的，无论人还是精生，拢袂互冰雹浸死。埃及王遐会敬畏上主的话的人神，就将因的奴仆甲精生带到安全的所在。毋过，遐会无将上主的话看做要紧的，就将因的奴仆甲精生留伫产业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往天伸手，埃及全地就会有冰雹落伫人、精生甲产业所有的菜蔬。摩西举伊的竿仔举天，上主就互埃及地有雷公闪呐，落冰雹，雹跌落，阁有闪呐，情形非常严重，对埃及开国以来毋捌发生过。伫埃及全地，冰雹拍所有伫产业的人甲精生，搁毁坏远年的菜蔬，拍断野地的树木。只有以色列人徛起的高山地区无落雹。埃及王派人叫摩西甲阿伦来，对因讲：即便我犯罪啦，上主是公义，我甲我的人民做毋得。上帝的雷甲冰雹已经到遐啦，请为着阮祈求上主，
我要准恁离开，恁毋免阁留伫遮。摩西对伊讲：我一个出城就要举双手向上主祈祷，雷要煞，冰炮袂停，安尼要互你知，大地拢属伫上主。毋过我知，你甲你的人生也无真正行为主上帝。迄时，麻甲大马拢受损坏，因为大马已经出水，麻嘛开花。毋过小马甲粗马无受损坏，因为还未大长。摩西离开埃及王出城，举双手向上主祈祷，雷甲冰炮就停止，雨嘛无阁摒落地面。埃及王看到雨、冰炮甲雷拢停止，就阁犯罪。伊甲伊的人生拢硬因的心。埃及王心硬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，拄拄照上主对摩西讲的。